一、二、三、四，秋叶对路，初冬来提醒，一支笔，往回目，写无诗。多年我来，反的相片，空白纸，写满我爱你。唱出这首歌，扫写心破碎，阮敢是带刺玫瑰？为何你选择离开，辜负纯情意？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大家好。今仔日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是林秀琪小姐的新歌《秋叶》。来看这首谱。这首歌呢，作词是金城武老师，作曲是黄明洲和吴顺华两位老师合作的作品原唱是林秀琪这首歌呢，东西嘛是吴顺华老师推荐给我的，然后哎呀，老师推荐的必属好歌，真的是很好听两位老师好棒棒这是上个月呢6月份才6月26日才首播的歌曲，真的还非常新呢今天就介绍这首歌跟大家分享来。这是一首 F 大调的歌曲。 F 大调是什么意思呢？咱钢琴那是固定的固定这个音呢两个 O 黑键这边那个黑3个黑键的2个黑键的左边这个音弹下去，如果我们都唱哆，那这就是固定唱名法。固定唱名法呢，哆瑞咪发，发这个音呢，它的英文名字音名是什么 F 这首歌就是这个音要弹下去要唱什么？要唱哆每一个音每一个白键都可以当做哆，每一个黑键也可以当做哆所以呢，我们钢琴有12个大调怎么知道是12个白键7个加5个黑的，不就7个吗？每一个白键跟每一个黑键都可以当做哆，所以可以有12个大调，也可以有12个麦了那这 F 这首歌呢，这 F 的这个音要弹下去要唱哆叫哆瑞咪发发的这个音要当做哆。哆瑞咪发哆，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发这个音要当做哆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首歌呢发大调F 大调。来，我们回到课本上来看来第一首歌第一句呢第一句第一个小节前半拍休息听哆来听哆，前半拍休息后半拍哆，来听哆哆哆，停哆哆哆，停哆哆哆秋叶秋叶秋叶秋哆哆哆秋叶瑞哆瑞咪嗦嗦嗦拉嗦咪拉嗦哆哆哆哆哆哆哆秋叶对路秋冬来提醒一停秋叶秋叶秋叶会记得这叶这个前面有1/4拍那个这个是秋的尾音秋叶对路初冬来提醒，让你说啦啦哆来哆来哆啦哆来哆啦哆来啦啦哆哆来来哆啦哆哆来来哆啦哆咪嗦啦哆哆来来哆咪记笔往回吧，一支笔往回吧。拉嗦咪咪嗦，写无诗，写无是嗦咪，后面还有拖长半白。拉写无诗，拉嗦咪嗦，拉嗦咪嗦，写无诗，一支笔。往回吧，写无诗，从头听秋叶
对咯，手动来提醒，一支笔往开目，写无时。嗦啦啦哆哆瑞哆啦嗦，停啦嗦咪啦嗦咪，嗦啦啦哆哆瑞哆啦嗦，啦嗦咪啦嗦咪，来哆前半拍也是休息，嗦啦。拉哆，拉哆也是后半拍，哆你我来听，欢迎的相片，哆你我来听，欢迎的相片啊，我们唱歌词就歌谱就是，嗦啦拉哆，嗦啦，延长半拍，然后拉哆哆来哆啦嗦。哆你我来听，欢迎的相片，瑞哆咪瑞咪嗦啦嗦咪瑞咪瑞哆二三，瑞哆咪瑞咪嗦啦嗦咪瑞咪瑞哆二三。空白纸写满我爱你，空白纸写满我爱你。好，安尼主歌唱完了，来从头来听秋，秋有叶，秋有叶。秋有叶，这个地方我也常常唱错啊，跟大家一样，哆哆哆哆哆哆，我如果唱错的时候呢，我就回去唱歌谱啊，歌谱再把它练熟，再回来唱歌词啊，那这样就不会错了。秋有叶，对咯，初冬来提醒，一支笔往回目写无时。多年我来，欢迎的相片。空白纸写满我爱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副歌。副歌呢也是后半拍在下歌，瑞瑞瑞咪瑞哆瑞瑞咪咪咪瑞瑞哆啦啦，瑞瑞瑞咪瑞哆瑞瑞咪咪瑞瑞哆啦啦。唱出一首歌，扫下心破碎。唱出有滑音，哆瑞唱来停啊，然后唱来停，唱出一首歌，扫下心破碎，扫有声，铃要休息半拍，扫下心破碎，再一次来，唱出一首歌，扫下心破碎，扫有声啊，扫有两个音啊，你这个扫下心破02310231停1/4拍。然后烧2拍，2个音哦，就是半拍哦，然后这个声哦，其实这样就很像什么？很像切分音，两头长，中间短，有没有？两头短，中间长，前面零短啊，后面咪也长，然后这个烧要半拍啊。唱出一首歌，扫下心破碎，停咪嗦咪咪咪咪咪瑞瑞2、3，再一次来停咪嗦咪咪咪咪咪瑞瑞2、3、4，停。好，来这个阮敢是带起的玫瑰，阮要请要完整的把它念完，你要先一个语啊，先读一个语，国语、台语、日语、法语、英语啊，语言的语哈语啊，然后后边再加读一个韵，这样才有完整的把它读完。而且韵呢只有3/4拍，前面要休息韵只有1/4拍，前面呢零半拍，附点又半拍，所以要休息3/4拍。所以怎么样？要休息久一点来停，咪嗦咪咪咪咪咪瑞瑞2、3、4。
来，歌词来停。阮敢是台车飞归2、3、4。阮敢是台哦，这个是跟这个台呢跳高8度，所以请大家在阮敢是你一定要准备把肚子 hold 住把气 hold 住呢，肚子顶一下那个怎么样肚子用力一下，让这个咪上去，而且嘴巴张大，台气。带我有听到我有滑音，对不对？带切飞归，这个带把它滑上去，让它够高还有一定要嘴巴张开停，阮敢是台前飞归2、3，再次来停，阮敢是台前飞归2、3、4，停，咪咪瑞哆瑞哆瑞咪，咪咪瑞瑞哆瑞哆瑞咪。我第二次为什么唱瑞哆瑞哆瑞咪？因为酸点离开的是一个4连音。可是第一个音呢被前面这个你连走了，那你如果这样子唱呢，如果抓不住这个旋律，那你就把这个 re 唱出来，咪咪 re re do re do re mi， 咪咪 re re do re do 咪咪咪 re do re do re mi， 这个 re 呢我闭着嘴巴不肯唱只唱这个 do re do 就这样就对了咪咪 re do re do re mi， 咪咪 re do re do re mi 这个我这个心里的re do re mi do re do do re do 这样你多唱几次习惯，找到那个节奏那个 tempo 那就可以唱了。为何你选择离开？为何你选择离开？停，re do do la so so， 停，re do do la so so， 停，辜负纯情意。停，辜负纯情意，哆来咪，哆来咪，这个哆来咪呢，可以说是蛮低的了跟头前这个下半我爱你同款的咪瑞哆反过来唱，这个哆来咪已经蛮低的，你要空你的气你唱的时候的气息多一点用空气再唱来啦啦啦哆啦啦哆瑞咪嗦停，啦啦啦哆啦啦，再一次哆瑞咪嗦停，啦啦啦哆啦啦，来唱歌词红树的笔往事的笔，嗦咪咪嗦，嗦咪来咪咪来咪哆哆，嗦咪嗦，咪来来咪咪来咪哆哆，来，嗦咪嗦。嗦咪咪嗦，嗦咪来咪咪来咪哆哆，对不起，有一点老花，来，再来一次，来，哆咪咪嗦，嗦咪来咪咪来咪哆哆，放袂开。放袂落，还有嗦咪放袂落，头也头袂开，袂开袂后面还有个哆来所以袂要袂了4次来。放袂落，头也头袂开，停，瑞瑞哆瑞，咪咪瑞，瑞咪哆哆，瑞瑞哆瑞，咪咪瑞，瑞咪哆哆，可怜鸾会凋零春天，停，可怜鸾会凋零春天，停。好，这样第一遍就唱完了。接下来呢，间奏8小节之后反复反复从哪里？秋叶落落。初冬来，提醒又个从头啦搁继续来搁唱个可怜鸾花凋零春天
后边这个呢只有高帽子1，高帽子2都在家啊，所以第一遍呢要间奏8小节，第二遍呢停停停停，谁扭啊？谁扭接哪里？通常都接副歌，果然接副歌啦。唱出一首歌，扫下心破嘴。接副歌又唱到可怜鸾花凋零春天，安尼这首歌就唱完了，2遍半就唱完了。好，来，好。我们刚才呢已经逐字逐句的给大家介绍这首歌啊，第一遍也唱完了，来我们就来唱第2遍，然后连副歌啊，后面第3遍来从头来，第一句还记得吗？哆哆哆哆哆哆，秋有叶对落，初冬来提醒。一支笔往回报，写无时。多年我来，反的相片，空白纸，写满我爱你。唱出这首歌，扫下心破嘴。阮敢是带刺的玫瑰？停，为何你选择离开，辜负纯情意？往事的笔，停。放袂落，头也头袂开。停，可怜鸾花凋零春天。1、2、3、4，停，就出这首歌，扫下心破碎。阮敢是带刺的玫瑰？停，为何你选择离开？停，辜负纯情意。往事的笔，停，放袂落，头也头袂开。可怜鸾花凋零春天。停。这样这首歌呢，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秋晓真正好听啦吼，歹势啦，我唱了无好听。请大家呢去 YouTube 频道听林秀琪小姐演唱。更加好听听好声呢，再去转来学唱这首歌才有歌谱，大家看安尼吼，安尼练起来就更有 feel 了，对不对这首歌真的是好听这个是好棒棒的黄明洲老师跟吴孙华老师的作品作词是金城武老师秋晓。今仔日就甲这首歌来介绍给大家感谢大家各位好朋友呢都这个长期间的支持啦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唔当袂记打开小铃铛同时呢咱影片的下方有一个超级感谢，欢迎大家个点落去甲袁老师斗内有大家的支持这个频道唔再当继续给大家制作好听的歌曲好棒棒的曲子来跟大家分享，对不来请大家呢多多给袁老师赞助来今日的这首歌秋晓林秀琪老师小姐的作品都给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撒由那拉。